來看這幾日來這大雨呢，全台灣農業損失已經超過1000萬啊。其中這台南是上界吃力的，將軍區的西瓜呢，閣2個月就會當採收，也毋過即馬呢，煞規個攏害了了。因為這蘆筍嘛是互因引起，也閣有台南後壁區的洋香瓜嘛是同款有受到損害。農業部是來啟動應變機制，公告天然災害救助的資訊。規片田看過去，攏淹甲水蓬蓬，到底這區田種啥物攏看袂出來。台南將軍的西瓜原本2個月後通採收，這陣煞予大水雨害了了，上無30公頃的西瓜田，因為雨落傷濟，地資金浸水爛去，就算用抽水機拼死抽，水嘛消袂離。農民講產量可能對半減，到時若出日頭，浸水的瓜仔欉嘛會開始爛。有變有產量啦，歹了，品質也無遐好啊。安尼啊，阮農民有愛保護，阮伊愛用也好誒。每份伊就會機會吼，今好天連魚，照你了無看，溪底迄規個攏像海種出來。同款的將軍甲好價蘆筍嘛，因為新長浸水，緊規個廢棄，有農民打種2禮拜爾，嘛閃袂過，雨上大，甲蘆筍果的土攏沖掉去，蘆筍就倒長。甲頂管覆蓋的土層攏沖刷無去啊，存活率就下降安尼啊。鏡頭來看，香瓜仔產量第一的後壁區，8月種落去的瓜仔栽也未條件，即種有25公頃嘛受損。台南市農局統計到期時下晡，包含西瓜、蘆筍甲香瓜仔等栽損有超過677萬。那大雨閣繼續上，災情可能會擴大。最小顆的就是怕吃掉，大一點點它根系會受影響。哦，也有可能它會明天、後天會出太陽會死掉。從今天起到9月7號，如有災損，要向所轄的當地公所進行申請。農業部上新的統計，全台農損已經有1029萬，其中台南這擺上嚴重，受災作物西瓜佔上濟。為了協助農民渡過難關，農業部嘛緊急啟動應變，針對嘉義縣市、台南、高雄甲屏東，主動公告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地區，甲農民鬥3工渡過難關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